东山的咖啡的知名度能够传遍在我们台湾。除了台湾的知名度能够传遍到各县市之外，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站上国际真正的舞台，让国际上知道，全世界里面东山的咖啡占能有一席的之地。去年的活动非常的成功，我相信今年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安排，会让人家为之惊艳。所有的爱好台南的好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热闹、嗨、热情，超多好吃的，然后就是要带5个胃。东西非常好吃，然后我最喜欢喝牛肉汤，吃牛肉汤。现在我只要去南部表演，去台南表演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去吃，而且是一定。我觉得也蛮好逛的，其实衣服很好看。台南好样的演唱会永远都非常非常精彩，一定会嗨翻。这次表演的卡司非常厉害，看音乐节你知道吗？然后今天看这个，明天看这个。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即将年底喽，今年你准备好到哪里跨年了呢？台南市政府继去年邀请韩国男团、女团演出后，今年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活动卡司也是不落人后哦。台南市政府今年从12月5日到12月31日有耶诞跨年系列活动，周周都有精彩的演出，适合男女老少合家参与。而大家最关心的卡司，在今天也抢先公布喽。12月18日于安平义载金城将举办爵士乐无限音乐会。将邀请国家交响乐团与艺人王若琳演出，而12月19于市府西侧广场将举办浪漫情歌夜，艺人包括严艺格、蔡敏佑、情歌王子周兴哲及压轴 Hebe 田馥甄，重量级卡司绝对不能错过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几年来也非常的努力，可以看到去年这个许多的韩团或者是本地的艺人也都做了非常好的表演。那今年呢，我们更扩大举办。那活动的地点也遍布全台南，演唱会的活动有集中在西营跟城区，那另外有在麻豆跟这个萧龙有许多亲子活动。另外我们特别推荐的就是在安平义载金城，台南是即将迈入400年了，所以说我们的义载金城特别邀请国家交响乐团400年的古迹上做一个最好的演出。因此呢，我想今年的台南耶诞跨年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南。吃吃喝喝逛逛买买走走，最重要的是对对，什么都要对对，就去买了这个东西，注记了发票以后，就能参加兑奖。欢迎大家一起来，我觉得台南绝对是盛装以待，丰盛的丰收，绝对让各位不虚此行。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政府部门一旦讲到出国考察，这类预算的便利，拢会较敏感。尤其现在阁是疫情期间，明年到底敢会当出国嘛是问题。不过农业局有先编列一笔到大陆、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去考察甲推销农产品的预算，第一定机会也引起议员关心检讨。面对国际新冠肺炎疫情紧张，不过农业局明年度阁编列一笔考察甲促销农产品外销费用高达2700多万，引起议员关心。特别是咱目前甲大陆关系相关市场的促销到阻碍，而且一旦无法度出国，有啥物替代方案？以及既然是开公费出国，应该互全民拢会当了解参访的心得报告甲成效。真正对农业发展有帮助。相对，如果真的新冠会影响，那出不去，你们的计划、拓销的计划是怎么做？大概阮就无去执行，阮就用视讯改做视讯，透过外贸协会还是当地驻外的代表处来帮阮在业者可以做视讯的一些做一个交易所以我应该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咱即摆新冠会影响之下，那我们的拓销或者我出国参访的理由费用就不用这么多了吧，就会用不完。那主席，我对这边的预算没有意见，但是我要加，就是不得挪作他用。既然都花了公帑
出去考察，尤其特别是台南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畜牧大县，不管农民也好，不管畜牧业者也好，我们都很希望说农业局拿了公费出去考察之后得到了什么心得，可以有助于台南的农产发展，有助于台南的这些畜牧业的发展。所以希望这些报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而不是从网络上剪贴。如果是要这些东西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资料更多。我们会交给研考会来做整体的那个发布。在哪里可以看到？研考会的那个网站，还有有一个出国那个系统新的那个报告。好，谢谢。该预算案最后主席才是过关，不过附带决议就是专看专用，因为一旦疫情因故无法度出国，就不得选择其他用途。至于出国报告，则是交由研考会来发布伫网站，提供全民参考。台南新闻管自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审查农业局明年度的预算，其中有关山区的小黑蚊、乌尾愈传愈多，恐惊冲击到员工一案。议员督促农业局一定要彻底解决，加上为了避免落灾事件影响到台南美的形象，农业局嘛要继续推动稻仔田彩绘，吸引观光客来认识台南在地好美。相信真侪民众去山区观光，上惊地被乌尾叮着。对此，农业局伫明年度持续编列10万块的宣导费用，加100万要补助各区的防治经费。对此，毛议员相当关心。其中，曾经担任白河区长的刘美山，当时任内就邀请专家来找出防治办法。另外，新化区议员李伟智嘛要求农业局宣导相对已经无遐尼重要。重要是具体防治，彻底找出原因来改善，避免冲击到观光。目前来讲，我跟农事所他们所研究的，就还是以清洗、多清洁水沟，尤其是水沟壁，那个地方可能要加强去处理。那因为今年我们农业局好像编列这方面的预算也不是那么的足够了不过推广方面的话，其实现在偏远山区的话，都知道怎么去防治它。可是它慢慢蔓延到市区来，这个我们也是有发现的。到平地还是会找得到小黑蚊。我今天提出来这个计划是希望说，从109年会后，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会再提出一份他们执行的一个细部计划，我们会再进行110年，是不是再去做大幅度的调整，让这个钱用在应该用的地方，不至于说让我们小黑蚊在整个山区有向北跟向南蔓延的趋势，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决心去执行这笔预算。那至于这个预算够或不够，我想透过实际上各公所来开会完之后，透过一些生物技术的一个改善或者一个技术的提升，我想我们未来会得到一些具体的成效。会中议员林美燕嘛关心防治乌尾的预算，进一步关心后壁稻田彩绘变100万的效益，特别伫台南好美受落渣事件牵连，加减拢受影响。所以农业局表示，将持续透过稻田彩绘，重新找回台南好美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加侪人愿意来美乡观光。台南新闻管自林根采访报道。去年发生囡仔伫个桂林的幼儿园被老师不当管教一案，虽然幼儿园的老师已经改聘，也答应袂搁再发生，结果今年却是再次发生，互家长非常的痛心。加上师傅伫个幼儿园通报以后，从来无主动通知家长相关的调查甲处分的内容，所以议员林议员就出面召开记者会，认为师傅已经违反行政刑事法。议员林议员针对受虐待儿童的家长是利害关系人的身份，结果却无都知影相关处理的流程甲采法，加上干社会局伫幼儿园显然超过24点钟才通报，却家己认定只超过几点钟。议员表示已经违反行政刑事法，所以上午陪同家长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比照校园霸凌案件，将调查报告甲处分内容等主动通知家长。行政处分的结果不主动使利害关系人执行，甚至为了保护这个不法的业者以及教师的隐私与权益，如果有这个处分罚款，将会隐蔽这个处分的内容后，仅将处分的法条依据告知。那其实按照这个规定啊，是应该
要主动将书面的行政处分送达相对人以及就是已知的利害关系人，也就是家长。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做法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会要召开一个刑裁委员会，里面是有3位专家学者，都是儿保跟法律的专家，那他们依照比例原则去裁罚出来的。那这个新裁罚幼儿园也被我们裁罚，相关的裁罚金额跟细节，待会我们同仁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那有关刚才议员有提到说这个整个流程没有让家长知道，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行政流程而后必须要去修改的地方。因为行政处分在同仁的观念里面，行政处分是给相对人，就是我们裁罚的那个幼儿园跟老师，我们就是把它给相对人，但是并没有给家长。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回去再跟法制人员讨论看看，而后是不是。议员强调，社会局甲教育局作为保护儿童的主管机关，嘛拢强调儿童虐待零容忍。毋过，伫家长面临囡仔接受不当管教痛苦以后，也该被欺负当作天使的外人，实在相当离谱。要求一并检讨相关处理的天使。咱的新闻管自林光采访报道。由咸水区公所甲咸水月丁港文化观光商圈发展协会合作举办的咸水商圈义米节，将伫12月5号登场。活动规划一日限定市集、义米的市集、鸡掌冒菜等等，欢迎民众踊跃参加。为了推广在地美食甲特色店家，区公所甲咸水商圈合作办理2020咸水商圈义米嘉年华，活动邀请50多间美食特色业者设档。让世界民众一届就当食到、饮到各种的美食，同时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主办单位另外佫规划意面试吃、鸡掌摸菜、精彩表演等，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这一次除了有精彩的活动以外，我们也有办理那个台南市养猪协进会国产猪的试吃品尝，我们公所也有结合我们盐水区农会办理盐水意面的品尝试吃，还会有我们的摸彩活动以及我们的扭蛋赠品。那当天在盐水还会举办我们一展杯的写生比赛，那欢迎各位大小朋友一起来盐水参加。区公所甲咸水月金港文化观光商圈发展协会联手，希望透过办理咸水商圈义米嘉年华，将在地特色物产行销推广，予更侪人知影。欢迎市民大众12月5日做伙来到咸水区中山路西街吃美食。意面甜不甜？甜。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嘉义赛主会为了帮助台南市的友谊区，日本静冈县富士宫市特别准备5万片的翠甕，要捐予因。这届捐翠甕活动是由嘉义赛主会蔡明俊会长发起号召，规个赛主会共同响应。市长特别颁发感谢状，向因表达感谢。随着天气愈来愈寒，对着武汉肺炎的防治也进入后一个阶段。热心公益的嘉义赛主会，为了帮助台南的友谊城市，日本静冈县的富士宫市特别号召了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甲赛主会台湾总会等单位，共同捐赠5万片的翠甕，日前举办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表达感谢。台湾已经6月7号已经解封了哈，6月7号解封了，可是感觉大家很闷。可你想想看，我们很闷，别人比我们更闷。你看日本今天一天2863个确诊，美国一天19万个确诊，然后
这个法国一天2万个确诊，这个疫情并没有因为说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很闷的而这个降温，反而随着秋冬季节，北半球的秋冬季节来临，越来越升温，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也让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要让自己要提高警觉，提高更高以外呢，我们也担心我们的好朋友。那所以很谢谢我们嘉里狮子会对我们的姐妹市富士宫是他们的狮子会这个需要的这个防疫器材而努力。会中市长也呼吁，目前上有效的防疫措施就是挂嘴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提悬自我防护的意识，安尼才会使对抗病毒的威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设计界重要的活动之一，台南设计周今年无受疫情的影响，持续举办。几月12月12号，伫南西图文创园区顶10个地点共布登场，邀请市民甲全国的设计师做伙分享想法，互相交流。马上就要伫12月份登场的台南设计周，邀请侪位的设计师甲团队，以着南西图甲西竹围之丘2个文创园区甲设计旅店以及文化古迹等10个地点为主，举办一系列的主题展。今年以着“明日如常”为主题，规划了人类、地球、和平等5大系列，要互全世界看到台南的设计能量。26号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希望这届的活动会使互更较侪设计师分享家己的想法。台南是一个很有古意、很有历史的这个城市，可是它还需要一直透过设计来一方面改变城市风貌，一方面能够让台南与时俱进，有古都的风貌，也有这个新时代的这个风貌。那么，今年的设计周的主题是“明日如常”。其实坦白讲，明日永远没有办法如常的了。所谓的明日如常，就是一定会有改变的这种如常。我们会如常的改变，如常的进步，如常的设计。尤其在疫情的这段时间，疫情过，如果真的疫苗争取到了，打了疫苗之后，其实疫苗之后的整个台湾可能或者整个世界也跟疫苗之前，COVID-19 之前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整个运作的常轨，就是说。计划永远比不过变化，但是变化之中，我们又必须要因应计划，所以才有需要设计。有些东西我们是要设计，是让它更进步的，但是碰到了变化，我们还是要努力。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设计周的举办，我们也因应的这个设计周来做许多脑力的冲击，做脑力的激荡，能够让我们这个城市更美好。策展人庄清飞强调，明日如常，除了有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是台南送予全世界的祝福，希望未来会使更加顺利平安。今年的台南设计周呢的主题是明日如常 ，The future is now。那要谈的呢是 tomorrow， 谈的是未来。那谈的是今天之后，今天过后的一个时间的走线。那未来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今天可以感受到大家今天能够在这里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其实我这次因为台南设计周，我找了我身边6位非常有未来感的好朋友们。那以他们的作品呢，我想要说一个属于台南的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故事。那这样的一个展览，尤其又是从这样的展览，所以带出来的一个城市串联的一个活动，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幸运。尤其是当现在世界上所面临的挑战是如此的复杂且多元，然后世界又因为 COVID-19 而封锁、而停摆、而隔离。那我们现在大家能够坐在这里一起参加展览，一起看展览，一起参加活动，一起手牵手的在这边互相微笑，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我们就带出了明日如常。那这是一句来自台南的祝福，那给台湾，也给全世界。2020台南设计周将要伫12月12号南西图文创园区的广场开幕，同港也将要举办2020台南设计奖的颁奖典礼，甲设计师交流之夜，邀请喜爱设计的朋友共同参与。想要了解更较侪活动资讯，嘛会使到台南设计周的脸书粉丝团查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如果心脏停止10分钟内无医疗的介入，存活几率会随着每分钟过去下降10%。但若是第一时间有做 CPR， 就有机会抢救回来。现代病医急诊医师方平惠表示，及时的 CPR 就是急救上界重要的一部分。心脏暂停，就是脉搏甲血压向消失，连带造成人失去意识。这种状况如果无马上做紧急的医疗介入，危险性非常的高。第一时间来使用 CPR 协助患者，就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病医急诊部的主治医师方平惠也提醒民众，伫咧做 CPR 的时阵，就要注意几个重点。在做 CPR 之前，要先确认病人的意识，然后确认病人的脉搏，就压颈动脉这里，然后再确认病人有没有呼吸。如果就是发现这个病人就是这些状况出现异常的话呢，其实就是要赶快呼救身边的人，然后请身边人去帮忙，就是第一个呼救，第二个就是到附近找就是 AED。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抢时间，尽快开始帮病患做急救复苏的动作。第一个就是说要记得几个口诀：用力压、快快压、胸回弹、莫中断。那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比较不讲求就是给气这个部分。啊，用力压的话，大概就是压5公分以上。可是因为就是基本上 CPR 这个动作是非常费力的。啊，民众会越来越没有力气吼，所以就是当你不确定是5公分多少的时候呢，就是以用力压为主，然后再来快快压的话，就是可以使用手机的节拍器啊，或者是自己数拍子，1下、2下、3下、4下这样子，大概维持1分钟100到120下。那胸回弹就是说，在压下去之后呢，确定这个胸部要完全回弹，那增加这个所谓的回心血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不然回心血量不够，其实再挤出去的血量也会相对的不足。那再不要中断 CPR 的时间，就是尽量维持固定的速度，因为如果中断 CPR 的时间，就是等于是中断心跳，就是造成心跳停止的几率就是时间拉长。那所以维持稳定的速度，不要中断 CPR 是现在非常提倡的这个重点。有的民众会烦恼 CPR 会造成患者的受伤，致使后续出现法律的问题。医师提醒民众，这是唔免烦恼的，因为 CPR 的行为是受到法律来保护的。CPR 复苏上面呢，其实因为这是救人之业吼，所以在法定上其实都会针对这些细节对民众做这个特殊的保护，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有任何疑问，然后任何问题，其实都有法源可循。除了 CPR 的紧急救护以外，配合使用 AED 也是真重要的，因为这会使有效提升患者的生存率。医师指出，培养 CPR 的急救知识，会使争取救援的黄金时间，成为意外发生的时阵的重要帮手。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